涉谷隱世海鮮，食去一定去呢間啊！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於涉谷泡利閣上7樓，食蠔同燒海鮮。咁我哋高，環境舒服有高級感，大隻生蠔，即開即食，全部勁肥美。第一次食都唔驚，店員教埋你點食。生蠔專用日本酒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睇下日本小姐姐個樣，一咬就爆晒汁 ，creamy。生蠔專用日本酒呢個大癲 ，Jendes 炸擊口三文魚，大啖肉，呢個都有驚喜。到咗今日主角，鐵板燒海鮮喺你面前整埋俾你，落埋個酒，海鮮們燃燒吧！用牛油燒香到癲啊！新鮮材料就是正，推薦。鐵板餐最後仲有燒海膽飯，加埋鮭魚子、海膽味香濃，有機會一定要試下。Kagia，下次再見。